個係我細個時候嘅樣。喺我細個嘅時候，我就俾人診斷出有讀寫障礙。呢個障礙令到我喺讀書嘅時候充滿咗挑戰。每次背書嘅時候，我都會感到好緊張，即係講嘢就會甩甩咳咳，令到啲同學就會用啲異樣嘅目光望住我。即使我努力去準備，但我嘅考試都係唔理想。而父母雖然知道我有讀寫障礙，但佢哋唔了解呢種障礙對我嘅影響，淨係一味認為我係懶惰，唔夠努力，令到我成績先唔好。而佢哋嘅唔理解咗，我都會開始驚同同學交流，就會令到我逐漸變得孤僻，覺得呢個世界容唔下我，令到自己覺得同世界格格不入。記得喺小三嗰陣，我屋企人就買咗部電腦俾我。佢哋嘅初衷係希望我可以用電腦嚟學習，但對我嚟講，電腦就開始成為我另一個世界。喺呢個虛擬世界入邊就十分自由嘅，冇人會因為我讀寫障礙而嘲笑我，亦都冇人會用異樣嘅目光睇待我。嗰陣我就開始喺度打機，遊戲獲勝嘅感覺令到我得到滿足感，同時令我忘記現實中嘅孤獨同壓迫。喺電腦嘅世界入邊，我算係揾到自己嘅避風港。喺升上中學之後，我孤僻嘅性格同我不善言辭嘅特點，令到我成為同學欺凌嘅目標。佢哋平時會孤立我，幫我改啲難聽嘅花名，甚至會整蠱我。每當發生呢啲嘅時候，我就係想快啲返屋企，進入電腦嘅世界，因為嗰度係我唯一可以靜落嚟嘅地方。對我而言，電腦唔係一個工具，而係一個樹窿。佢可以幫我逃離現實嘅壓力同痛苦。高中之後，由於有換班嘅機會，我都開始識咗啲新朋友。佢哋唔會似以前初中嘅同學一樣喺度嘲笑我，而係會對我表示接納。更加令我開心嘅係，佢哋都係會用電腦打機嘅，所以佢哋經常會喺放學後邀請我一齊打機。而喺同佢哋打機嘅時候，我第一次感受到原來電腦唔係一個令我自由逃避嘅世界，佢仲可以成為我同其他人聯繫嘅橋梁。透過一齊打機，我可以學識點樣同人哋互動，亦都慢慢自己打開自己心扉，可以同佢哋互相分享心事。